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莎的听歌学台语，我是丽莎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歌词呢，是今年9月初雄雄过身的颜英玲先生的《感谢天》。这首《感谢天》呢，是咧感谢上天嘛，感谢生命会当互家己所爱的人来到家己的身边，嘛祈求家己的家日时势咧会当一帆风顺、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咱即摆就做伙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可能番組は無人贊助就可憐呢，希望大家當多多支持でお願いします。娃娃 TV， 不管佛祖的慈悲，也是觀音媽的保庇，互咱做陣來答謝天的好意，互阮會當拄着你，甲你變知己，互咱牽手行咱未來的日子。你點點來阮身邊，遐尼無愁無甜。早來歸拖拉久的酸甘蜜甜，用較濟感謝來對待天，用較濟感動留予咱家己。阮想要講感謝天，阮想要講感謝你。你是天星替阮帶路，照着阮袂閣暗暗茫無路。阮想要講感謝天，阮想要講感謝你。牽你的手，路上小扶持；牽你的手。做陣來感謝天，不管佛祖的慈悲，也是觀音媽的保庇，互咱做陣來答謝天的好意。不管咧，就是無愛管、無論的意思。親像不管你講啥，我攏袂答應。意思就是講咧，你做你講你的，就算講較濟咧，我攏袂插你。好，啊佛祖咧是即陣，伊是四腳無離，嘛會當講是如來佛祖。啊觀音媽咧是即陣，伊是觀世音菩薩。因都是台灣宗教信仰當中上界普遍的神明。好，啊做陣咧是做伙結伴的意思，嘛會當讀做做陣。咱做陣來去菜市仔買菜，嘛會當講咱做伙來去菜市仔買菜，這種是同款的意思。好，啊答謝咧是因為接受到別人的幫助，還是交代以後咧，要來表達對對方的感謝。這個答謝咧，甲多謝、感謝、感恩是無啥同款的。多謝、感謝、感恩，基本上咧攏是用嘴講的爾。親像你送我一個禮物，我就甲你講一句多謝、感謝、感恩哈。啊答謝咧，一般攏是有利益關係，所以會早破手。親像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安尼我去拜訪你的時陣咧，我就會去破手去甲你說多謝。還是以後你有啥物需要我幫忙的所在咧，我嘛會盡量去報答你。這個報答咧，就是答謝。好，啊好意就是美意、善意、好心的意思。基本上咧，就是咧做這件代志的時陣，會希望對方會歡喜，代志會為好的方向去發展。親像你來阮兜做客，你炸一個雞卵糕來，這個雞卵糕咧，就是你的好意。啊，若是阮攏無食，看到最後歹去啊，安尼就是辜負着你的好意啊。閣講另外一個例啦，若是我即擺趕緊要用一條錢，毋過我即擺就無錢，你摕錢來借我。這個錢呢，就是你的好意，你希望我會當先渡過眼前這個難關。好，安尼不管佛祖的慈悲，也是觀音媽的保庇，互咱做陣來答謝天的好意。這句歌詞就是咧講吼，咱會當生活佇這片土地咧，是因為有佛祖、觀音媽甲眾生命甲咱保庇，所以咱大家愛做伙盡咱的力量來感謝、來報答上天，為上天做咱所有會當做的代志，互阮會當拄着你，甲你變知己，互咱牽手。行咱未來的日子，拄着咧有兩種發音嘛，有兩種意思。一種咧是拄着，另外一種咧是歌詞內底用的拄着。拄着咧是一種造語，就是無意境去互你當着的代志，親像去拄着麻煩、拄着好代志、拄着歹代志、拄着警察、拄着心愛的人。啊，拄着咧基本上就是兩個有熟識的人，毋過因無講好着共時間去共一個所在看着對方，這就是拄着。好，啊牽手咧就是兩個人的手安尼交叉牽做伙，這就是牽手。毋過牽手佇台語內底咧，閣有另外一種意思，就是太太、某的意思。好，安尼即句，互阮會當拄着你，甲你變知己，互咱牽手做陣行未來的日子。即句歌詞就是咧講吼，伊感謝上天會當互伊拄着伊生命中迄個對的人，互因兩個會當變做知己，最後會當結婚，牽手行未來的日子。你點點來阮身邊，遐尼無愁無甜。早來歸拖拉久的酸甘蜜甜，點點咧是安靜，攏無出聲的意思。若是我攏無講話，點點啊坐佇遮。
这就是点点。你若是感觉你边仔的人伤吵咧，你嘛会当叫伊点点，就是叫伊莫吵啦。好，无张无弛咧，就是突然间凶凶的意思，就是讲咧拢无防备，突然间凶凶就发生的代志，也是拄着的物件。亲像我行伫路上，凶凶有一个人走过来要甲我借钱，这就是无张无弛啊。好，拖拉机咧就是卡车啦，这是为日本来的外来语。拖拉机除了是卡车以外咧，阁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就是形容物件足济。亲像我的房间有一拖拉机的册，意思就是讲咧，我的房间咧有足济的册，济甲一台拖拉机共款遐尔济。好，深港米底这个词咧，是用来形容人生甲爱情的滋味。伫咱人的生活甲爱情当中咧，一定会有一寡欢喜的代志，嘛有一寡无欢喜的代志，无可能逐工拢甜甜蜜蜜、顺顺利利的过日子。一定嘛会有一寡酸酸苦苦的感觉。好，安尼你点点来阮身边，遐尼无张无弛，再来规拖拉机的酸甘蜜甜，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伊的另外一半突然间就点点出现伫伊的身躯边，甲伊的生活再来真侪酸甘蜜甜。这意思应该是咧讲吼，人甲人的相拄咧，拢是遐尼惊喜。本来两个无熟悉的人咧，慢慢就点点行做伙，生活甜甜蜜蜜。用较侪感谢来对待天。用较侪感动留互咱家己，对待咧，就是用特定的方式，还是态度来对，还是看待一个人，还是物件。亲像我若是甲我一个足宝贝的物件送人，我就会希望对方会当好好使用伊，好好对待伊，莫乌白蛋嘛，莫足粗鲁的。爸母若是甲查某囝嫁人，因一定嘛会希望伊的翁婿咧会当好好对待伊，好好疼惜伊。好，家己咧就是我自己本身。有一句俗语讲咧，有喙讲别人，无喙讲家己。意思就是讲咧，敢若会晓批评别人，袂晓自我反省、检讨家己。好，安尼用较侪感谢来对待天，用较侪感动来互咱家己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咱做人咧，就爱会记咧爱感谢上天的保庇，感谢伊会当互咱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过日子。若是生活当中遐感动咧，就拢留互家己慢慢去回忆就好啊。阮想要讲感谢天。阮想要讲感谢你，你是天星替阮带路，照着阮袂过暗暗茫无路。带咧是引导做伙去的意思，就是你找无路的时阵，你问别人要安怎去这个所在，迄个人甲你讲我带你去，就是讲咧伊要引导你。你若是对伊行咧，你就会当到你要去的所在啊。即摆的人咧拢是用手机啦，你若是开 Google 地图咧，伊就会带你去你要去的所在啊。若是你缀团出去佚佗咧，拢会有一个导游，迄个导游咧就是带头，伊会带恁四界去佚佗。带咧，阁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就是照顾、养育、培养。亲像带囡仔，就是照顾囡仔的意思。若是我讲我是阮妈妈带大汉的，意思就是讲咧，我是阮妈妈养育、照顾大汉的。这个带咧，嘛会当用伫公司内底。亲像伫公司内底较有经验的人咧，就会帮助、会培养、会带较无经验的人。所以有人会讲我是啥物啥物人带出来的。好，安尼阮想要讲感谢天，阮想要讲感谢你，你是天星替阮带路，照着阮袂过暗暗茫无路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伊想要甲上天说多谢，伊感谢上天会当指引伊一条明路，袂过迷失伫茫茫渺渺黑暗的社会内底啊。其实伊嘛是想要甲伊的另外一半说多谢啦，伊的另外一半咧，就亲像天使共款陪伴伫伊的身躯边为伊照路。最后一句，阮想要讲感谢天，阮想要讲感谢你，牵你的手路上小扶持，牵你的手做阵来感谢天。扶持咧就是帮助、支持的意思。人讲夫妻爱互相扶持，就是咧讲咧两个人爱互相帮忙支持对方，做伙搭起一个家。好，安尼阮想要讲感谢天，阮想要讲感谢你，牵你的手路上小扶持，牵你的手做阵来感谢天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伊感谢上天嘛，感谢伊的另外一半，两个人咧一路上牵手小扶持，做伙来感谢天。好，安尼大家拢了解这首歌的意思啊吼，安尼咱就来复习头前的一寡词。毋管是无爱管、无论的意思。毋管你讲啥，我拢袂答应。佛祖、观音妈，佛祖是释迦牟尼如来佛祖，观音妈是观世音菩萨。佛祖、观音妈
拢是台湾宗教信仰当中上普遍的神明。做阵，做阵是做伙结伴的意思，嘛会当念做做阵。咱做阵来菜市仔买菜，咱做阵来菜市仔买菜。答谢，答谢是因为接受到别人的帮助，还是交代以后咧，要来表达对对方的感谢，一般拢会炸盘手。为着答谢伊帮我解决麻烦，我决定请伊去餐厅食饭。好意，好意是美意、善意、好心的意思。基本上就是咧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会希望对方会欢喜，代志会为好的方向去发展。这钱你着收起来，莫切着人的好意。拄着，拄着是一种造物，就是无意境的去互你当着的代志。伊最近常常去拄着麻烦，拄着，拄着，基本上是两个有熟识的人，因无讲好着同时间去同一个所在看着对方。阮两个人是伫街仔路拄着的。牵手，牵手是两个人的手安尼交叉牵做伙，嘛有太太某的意思。迄对翁仔某逐工拢牵手出来散步，感情有够好的。点点。点点是安静，拢无出声。伊一个人点点坐伫遐，毋知影在想啥。无张无甜，无张无甜是突然间凶凶的意思。昨暗隔壁阿明无张无甜走来甲我借1000箍。拖拉骨，拖拉骨是卡车的意思，嘛会当用来形容物件足济。我的房间有一拖拉骨的册。酸甘蜜甜。酸甘蜜甜是咧形容人生甲爱情的滋味，爱情互人感觉酸甘蜜甜。对待，对待是用特定的方式还是态度来对，还是看待一个人还是物件。这身布王仔是我的宝贝，送互你，你爱好好啊对待伊。家己，家己就是我自己本身，这台电脑是我家己买的。娶是引导做伙去的意思，嘛有照顾、养育、培养的意思。今仔日阿明带我去高级餐厅食饭。扶持，扶持就是帮助、支持的意思。两个人结婚了后，爱互相扶持，做伙维持家庭。好，以上就是颜永玲先生的《感谢天》这首歌的歌词介绍。感谢天嘛，感谢颜永玲先生为台湾的付出，嘛感谢你写出遐尼侪好听、感动的歌曲。其实颜永玲先生呢是一位我足尊敬的歌手，伊常常拍着一支吉他呢，就伫爱河边唱着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感情。即摆永玲先生的过身呢，我感觉足意外嘛，足艰苦的。希望永玲先生呢会当一路好行，伫天顶继续爱台湾，守护台湾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里。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莫袂记帮我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爱要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爱袂记帮我起一下订阅咧，记拍开边迄个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